我爱留我来儿保护口。哇，很等一下个，玉萍，恭喜呀！我去睇咧，改灵日咧，恭喜你哦！才登梁王，好等一條在60年內來登記，係冇愛發300口以上呢。玉萍，日日我從熱從明從愛講，從家公都當三嘛。有讓麼？是夢？來，請你下呢張新槍書，命安好嘛？我條李位還做得了，深入精貼，付出1萬個元，有帶身份證嗎？有啊，彩李位張人記。姑姑，哇，人记笑得很等一下呢，下一拜听错当聪明，我當日都老記講當多話哦，當日讓登記日睇，我就歡喜咧。阿公阿媽聽錯也當歡喜咯，記得當日一回想就開用小面。其實件事就是來男人記呢，很好呢。錯啦，玉萍，俺都好愛到你富強嘅媽祖廟，又贈送歐亞嘅祈福台，等家下你小小盤好，做得求娘一下哦。希望歐亞家平安為台。好，是夢，你係最新嘅戶口名簿。貴妃30個人，請問你愛順啥辦理小朋友嘅健保卡麼？好啊，麻煩你哦，請你寫小朋友嘅名、出世嘅日期、小朋友嘅身份證號碼、B 1 2 3 4 5 6 7 8 9，底下我哋會隨時通知健保局。佢就會自動家保，小朋友係聽阿爸投保麼？嘿，冇唔錯。好，因為小朋友係第一擺辦健保卡，冇收費。健保局老愛都有跨機關連線，有2-3隻工作日就會將健保卡寄到你屋下。請問係愛寄到附設嘅地址，也係其他同性嘅體質呢？哇，按呢片啊，請寄到附設體質就好。好，你也有注明小朋友係聽阿爸家保，我條資料都傳送出去咧。呢位係健保局嘅服務專線，下一擺有乜嘅狀況，你只愛報小朋友嘅資料。健保局一查就知咧，麻煩你點一下，你係深入精貼1萬個元，你會請你簽名，好，按樣就做得咧，恭喜哦，玉萍。